哦，哪有可能无耍水咧？大家看，我已经准备好啊，等下就是要带大家来迄海边啊，耍一寡活动。我即马坐这条路线是青绿线，吼，啊，咱要到迄终点的迄个所在，要去找咱的一个好朋友。谢谢啦。大家拢坐公车来买物件、买菜啦。坐车准10分钟是比较到位的。少年人骑车人踩车。其实这的司机嘛介好。对，那个司机真好。你看他都会等他。对啊，司机讲安尼好咧，爸爸可以知影车来啊，伊就知影哇，真正。司机有够好诶，朋友的司机哇，就大心就大心诶。就问一下，恁朋友在地人坐车，敢若路卡还是投票？然后那个是那个侦测证啊。哦，有一是。了解。所以只要你是朋友人，有一张啊，无管你几岁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啊，所以公车拢会让坐透透对啊。我会记得迄当阵啊，我第一遍甲你学迄芳船的时阵是伫咧马金，嘿啊，马金的迄观音亭，嘿，嘿啊，啊，即马哪会刷来食啊？你是安怎找到即个青梨对无？即个这是一个缘分。安怎讲咧？我想要知影跋杯吗？还是？有一摆个开车，我袂看，啊开入来，哇，这个哪会足水？啊，迄阵啊，阮拄好伫边仔要着地，开一间民宿，一气呵成。注定的就对啊！我感觉真好呢，因为拄啊好买着地，啊嘛拄啊好边仔有一个安尼遮平静的那个，这算是内海还是？内海，这是一个废弃的渔温。哦，是。啊，所以你即马伫咧遮有即个场所啊，你就应该好好啊去经营。推广的我上爱的风浪板。对啊，芳船就好的呢。即马感觉阁有咧无闲咧比赛啊，是啥？因为疫情的关系，阮即马全世界比赛拢取消啊，奥运嘛延期啊，是。所以即马个做推广啊，我办夏令营安尼。啊对，有一寡囡仔来遮学，来遮佚佗安尼。所以我会记较早你甲我讲，这芳船其实吼是准小朋友囡仔一直到老大人都会当学的一个活动，是安尼。6岁到70岁。70岁哦，安尼好加在，我还阁足久的。18岁尔嘛。啊，袂歹哦，你敢讲有准对。哇，大家拢耍甲安尼，足快乐的。嘿，我看你衫嘛换好啊，很好啊，行。好啊，来耍。但是我顶一回到即马足久啊呢，唔知爱遐袂。会啦，有啊，伫咧。好，放心。好，往后。好，换脚。对。脚先站好，好放，推，放头颈，头颈是底下。哦，头前底下。好，换边，更成功啊！100，哇！这样塞掉袂歹。是一只的吼，哎，多谢。迄是因为有你啦。老实讲，因为吼顶一回安尼耍啊，我其实真正有无着淡薄仔，佫会记的。啊，等来朋友佫拄着你，我规拢坐回来啊。哦，天分，就厉害。多谢。一届转弯个会晓啊。对啊，头先安尼就会晓，所以讲吼，过9当进前我无学着，今仔日甲报转啊。对啊。好耍吼。足好耍的，像头先我安尼耍啊，安尼踢拍啊，游起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哦，自由自在，那敢会飞安尼。你等下个，悠着愈紧。是哦，像你咧比赛安尼吗？
无遮紧啊，都差不多。可能有的观众朋友唔知影，其实张浩是南投啦。嘿，我是南投啦。嘿，我感觉迄个巧合是足趣味的，因为吼南投是咱全台湾唯一一个无靠海的一个所在。对，但是你足爱海的，所以你就搬来这。你无爱海吗？我就爱的，嘿啊！我今日安尼升到我有心得了呢，对啊。我要被那个乘胜追击一下，好不好？哇，这巴士坐了有够舒适的，我要困去啊嘞！气节，等下哦，搁要来运动啊！继续耍嘞！出发！准备来出发，耶！来发挥！啊，青山过路啊吼，嘿，我有上过啊，所以就有知影。赞。哦，到咧！嘿，看这个画面，有够感动的啦！对啊，足水的吼。爸爸妈妈带囡仔安尼快够甜。就是我感觉这就是生活很重要，对，对吧？唔是讲咱靠本来这才是必须，其实咱生活当中每个所在拢是必须。是无唔对？我第一遍伫咧海上看这玄武岩。朋友人讲这是乌石，对无？乌石。乌石对，有水无？足水的呢！你看，所以真正是对海底迄火山爆炸呢，浮起来的这石头。是，啊，小门其实吼，因为咱遮有设一个地质馆，皮管处一遮有设一个地质馆。因为表示遮咱这咱的石头的种类吼，足多的。各位旅客，金鱼洞人对无？人对。人在地人朋友人讲人高啊！伫遮哦，安尼伫遮，哇！这吼看起来真正就亲像一只海洋呢，吼，海洋海豚、金鱼，不对，是金鱼，对不对？金鱼。哇！像那叫人哦，足特别的，因为是讲人就是人啊安尼。有空啊，咱咧当地人讲叫人，嘿，就是人啊安尼。我要借问一下，教练你是在地人嘛对无？你细汉时阵会来遮佚佗无？会啊，我拢伫下骹，都伫迄个吹海风啊。嘿，啊我听海鹰的声。我国小啊，下着是啊因为热天会热嘛，然后热天就热，这是咱小门天然的冷气。哇！嘿，我拢来遮，来遮咧困。以前快食去海顶看，拢是对我爸爸的，我爸已经去讨海。哦，出来咧讨海的。对对，第一阵出来后，才有机会为海顶看这个乌石。我4年前，在小门。是安怎会回来？因为我之前住马街嘛。是。啊，因为我感觉马街吼看袂到海，在遮。3开始哦，接触到渔务组，
感觉湾小门啊，真正用这种方式吼，看的足水的。就水耶，真正。啊，我迄阵做我个我就感觉，所以有法度，因为吼，我感觉这种水的物件，想要分享对无？无对，嘿，以后真正就适合吼，你慢慢的来算，对莫甲停停啊，卖赶时间，真正莫赶。对。那有遮好的代志啦，来告孙啊，还有点心通食。看这个土豆粿，头岛粿哦，这个是小门限定哦。这是啥物？这是头岛粿，哦，这台湾社区啊，我阿姊妈手工做的头岛粿。我真正唔捌伫咧海上安尼食点心啦，哇，真正足适派。这食起来啊，袂讲足甜的，微微啊甜，啊，搁吼伊迄口感吼足好的，因为伊吼土豆脆脆香香，啊，另外就是迄老我迄教练讲的内底有迄番薯嘛是绵一绵，啊，加上这活皮，足 Q 的，有够好食的。另外，还有这就是咱朋友上介好啉的青草茶是红菇茶。一嘴红菇茶，一嘴这土豆粿，真正是朋友上介有气质，上在地朋友的下午茶，Tea time。是落海，日头要冲水啊！今日真好诶，哇，够感动诶！慢慢滑出去，然后往右边哈，右边看也很漂亮。哦，今仔日暂时拜拜。